聊省与中亚各国的文化经贸交往。产业着力于其有色金属。举世闻名的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在这里交。中国的吴总统阁下，刚刚出席了。想给老百姓看病的，你看在哪？这个重卡，它的。全球排名第一，都是这是建高速公路的压路机。